不怪皇上喜欢你，哀家也喜欢。会不会写字啊？臣妾略通诗书，只是字迹拙劣，怕入不得太后的眼。会写就好。你有空常来寿康宫陪伴哀家，替哀家抄写经文吧。甄嬛深受太后的宠爱，太后对她情有独钟，特意加以教导。她要求甄嬛勤习书法，虔诚抄写经文，借此沉淀心灵，磨练性情。甄嬛对太后的期待和关怀倍感珍惜，时刻牢记教诲，用心领悟，以求达到太后的期望。原本心不静，到了太后这里抄写佛经，心就慢慢静下来了。在宫廷深处，富察贵人依靠怀孕的恩宠，变得骄横跋扈，不慎得罪了甄嬛与华妃等多位显赫的宫妃。她的傲慢举动犹如一颗火星，在宫中点燃了一场纷争。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儿怎可作假？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婉贵人，您说是不是？曹贵人原本企图借此机会挑拨华妃与甄嬛的关系，让两人争斗不休，哪知最终却被聪明过人的甄嬛巧妙利用，反成了自己失算的牺牲品。什么呀？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成语录最多，却无身孕。这话呀。天命若顾我，必将赐我一子；若天命不眷我，也不过是个女人。在早春时节，皇宫中爆发了一场瘟疫，宫女和太监们接连染病，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皇后为了维护宫中的卫生和秩序，下令华妃等人各自清扫自己的宫院，以确保环境的清洁和卫生。毒辣的华妃暗中策划了一场阴谋，她命令周宁海把被瘟疫感染过的宫人以前所用过的茶具送给正在禁足的眉庄，结果导致眉庄染上了疾病。小主，不好了！咸福宫传来消息，说眉庄小主染上10亿了。甄嬛得知此事后，急切地想要寻求皇帝的帮助以救治眉庄。然而皇帝此刻却为京城百姓的安危和朝政的繁忙，无暇顾及他的请求。这个阴险的计划成功地将眉庄卷入了危险的境地，让他深陷困境。甄嬛的求援之路也充满了曲折，皇帝的繁忙让他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些？大人若肯帮我，我自然会安心些。为求小主安心，微臣愿意尽力去做，但凭小主吩咐。甄嬛在困境之中寻求温实初的援助，希望他能照料病重的眉庄。温实初深知承诺的重要性，因此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冒险为眉庄提供照顾。眉庄深受感动，对温实初的仗义行为心怀感激。为了助甄嬛稳固她的地位，温实初不辞辛劳地寻找治疗10亿的有效方法，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线生机。奴婢已经悄悄安排温太医前去医治了，只是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药物不足，饮食又不好。恭喜小主，心愿得偿。甄嬛精心布下的眼线，终于捕捉到了陷害眉庄的罪魁祸首太医刘本。在严密的审问下，刘本供认不讳，坦白了华妃是背后的操纵者。嬛嬛，刘本的事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什么？没事。然而，皇帝的疑心病却发作了。他开始怀疑这是甄嬛为了扳倒华妃而设下的圈套。对此，甄嬛感到无比心寒。她的付出与忠诚在皇帝眼中竟成了心机与手段。尽管甄嬛的心情跌入谷底，但皇帝的裁决却给了她一丝慰藉。皇帝最终选择宽恕眉庄，解除了对她的一切禁令，使她得以重新振作。而对于华妃，皇帝则给予了降位的惩罚，这无疑是对她的一次严重打击。这场宫廷的风波终究是以甄嬛的胜利告终，但其中的苦涩与辛酸，却也只有她自己才能深深体会。咸福宫大喜，惠贵人大喜，皇上已经下旨撤了惠贵人的禁足，一切封赏如旧。谢皇上隆恩。